章第33，上节不得，是以有得；下节不是得，是以无得。上节无为而无以为，下节为之而有名。上人为之。无以为，上理为之，有以为，上理为之，有目之性，即两地而两之。识得如何得，识得如何言，识言如何义，识义如何礼，何礼者？相事之道，而乱之小也。天学者，道之华。是无之事也，是以大丈夫。出之后，不顾之道。意思是个精华，各气地出处，第一章。上理为之，有以为；上理为之，有目之性，即两地而两之。识得如何得，识得如何言，识言如何义，识义如何礼，何礼者？相事之道，而乱之小也。天学者，道之华，而无之事也。是大丈夫出之后，不顾之道，出之时是个精华，各气地出处。第一章第39，是指第一讲，天地以天，地以人，行以人，学以人。万物不以先，好不以天下先，以此之一也。天不以天，强的。不以人相强法，行不以人相强恶。不以人相强德，万物不以先相强德，何往不以天，离水得相强德。
以前为本，所以下为之，许何王自称国挂不国。此其以前为本的分合，所以所谓无误，不入六